正道题目是求你用你的话，互我勇行，请总牧师。愿恁平安。这个时刻，咱互相的请安，毋是不痛不痒的一个问候的话语。这个时阵，咱的请安是一个祈祷。今仔日，但以你所听到这句话讲，主所听的人啊，愿你平安。这个平安是上帝所予咱伫这个时阵上重要的应允。咱做伙来祈祷。活命的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阮要敬拜你。伫阮还未受造2600年前，但以你就伫你的面前坚持，对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。2、3千年后的阮也得到这种的祝福，阮也深深知影，你是永远活的上帝。你是伫列邦、伫艰难危险的中间，保守你的囝儿，但以你的上帝。求你伫今仔日用你的话，互阮有开力。阮伫你的面前，将阮的心往你拍开。求你的圣神对阮讲话，亲像你的天使，伫2600年前对但以理所讲激励的话。做好这个话，毋是干那一种的知识。互今仔日的礼拜，是一个每一个人拢领受到你的话语的权柄，互阮大大得到平安甲能力。阮伫你的面前，将阮的心往你拍开。愿主你对阮讲话，愿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日咱所读的圣经是但以理书第10章。19、19、22节，兄弟姊妹，如果恁也常常用2点钟看一个连续剧，还是用2点钟看一出电影，敢会当互牧师伫今仔日甲你邀请？你用2点钟，将但以理书对第1章到12章，这礼拜就会了后，找一个安静的时间，甲但以理书第1章到12章。我想大概2点钟有够恁，甲这12章的故事甲读好了。今日咱所唱的圣诗讲，我真爱讲这个故事。这个故事记载伫圣经，这个故事感动我，这个故事陪伴我，这个故事互我有开力。我真爱讲这个故事，因为我爱我的兄弟姊妹，因嘛对这个故事得到利益甲帮助。但以理是一个心中的人，为什么？伊会得到上帝极大的疼。但以理书是恁的故事，因为伊真少年就进入了王宫，上帝予伊的智慧能力，成做国王巴比伦的国王首席的顾问。你毋知这是地位偌大？伫所有一个帝国，波斯帝国、巴比伦帝国，这是伫中国世界，就是差不多3000年前，伫中东一个真要紧的古文明的一个国家，一代搁一代。但以理这个人，3代伫无共款的国王做首席顾问，所以是恁少年囡仔的故事。牧师今仔日甲恁分享这个故事。也仰望恁真多今仔日的但以理。为什么这个人，伊会当受上帝特别所赏赐权柄甲智慧？伊坚持不妥协，不世俗化。无论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偌好，但是伫国王的面前，伊拒绝食王宫的大鱼大肉，啉国王的美酒。好的一只物件，伊坚持过伊原本敬畏上帝的生活，所以伫太监的面前，伊甲太监长，伊讲：敢会当互我，莫啉国王的酒，无食国王的料理？
少年囡仔坚持信心，上帝开伊的目睭。这个人甲伊的当时的犹太人的朋友，经历着真多人生的风影。12章的中间讲到，因捌互人等伫火炉，伊捌互人迄伫迄个屎液含气的内底，因的性命危险，但是上帝保守伊。今仔牧师甲恁分享的，毋是这个故事，恁来用祈祷的心去读这个人的故事，这个人的故事要变做恁的故事。这个人所得到的信仰的开展，要真对咱的开展。我咱伫主的面前所念的圣诗，传互咱身边的人。今日这个故事是伫到年老，是咱这年长的兄弟姊妹，咱应该看会但以理。拄则我所讲的，伊入王宫的时，伊迄种的气势、迄种的气魄、迄种的勇气，伊敢拒绝国王甲当时所予伊的遐个荣华富贵。到伊年老的时，朝代换，伊犹原诚做属实的顾问。今仔日这个异象咧讲起，伊主动为着国家、为着政权、为着社会黑暗，伊伫祈祷。后来上帝听伊的祈祷，差遣天使对伊出现。今仔日故事伫第10章。恁若无我爱，若无时间，暂时无时间，通12章拢读，恁上无，今仔就读第10章。伊讲，这个天使临到伫伊的时，伊甲伊问讲：但你敢知影为什么今仔日我要出现伫你的面前，甲你讲话？但你看到这个天使临到异象的时，因为上帝的降临，伊惊吓。伊失去能力，趴伫土骹。这个天使该扶起来，这个天使该望，该讲话，伊得着开力。伫这个天使对伊讲话时，伊感受到有一种的能力，毋是肉体上的开力，是一种对天灵来活力伫的生命中间。所以但以理讲。我的主啊，求你继续对我讲话，因为我感觉你甲我讲话时，我有开力。兄弟姊妹，牧师今仔日邀请恁读这段圣经，其实是渴望恁对心中会通经历到，迄个用伊家己的话语，互但以理有开力的上帝，今仔日嘛将伊的话想述互你甲我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故事变作咱的故事，互但以理的意象。我甲这个故事讲做是一个温痛，因为今仔圣经第19节讲，上帝大疼痛温痛恩宠，温痛的但以理啊！兄弟姊妹，恁爱真对上帝所温痛的人吗？当然爱啊！上帝，你是我的天父，我愿意真做你的宝贝囝。兄弟姊妹，什么人无爱？咱追求这个信仰，咱追求这个上帝，咱敢毋是较无上帝对天顶将天灵，伊所为着伊的囝儿备办的，今仔日嘛想说咱。愿主对你讲话讲，你莫看别人，就是你。你是我所听的囝子，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但以理共款。但以理是耶稣要要出世进前600年的一个先知。这本册放伫圣经的中站，就是对诗篇以后智慧册、诗篇、箴言、智慧册了后开始进入这个先知书、大先知、小先知这个时代。这个人伫一生中间，上帝通过伊，毋是敢对国王讲话，因为见到国王讲做梦梦着好梦歹梦，你无法度解说顺，就叫但以理来，因为但以理是一个，伊也要讲，但以理就知影伊梦着啥，会靠遮奇怪的代志。但是因为这个人敬畏上帝，
所以当伊毋知国王望啥物的时阵，伊祈祷的是上帝将迄个国王的望有关，互伊看见，然后伊有能力将上帝的信息通过望，甲当时的国王讲，也互国王知影讲，我是地上的君王，但是天顶有一个但以理的上帝，伊是一个亘古长存、对永远到永远存在的上帝。也这就是咱共同的天父，咱敬拜上帝。虽然咱看袂到，但是伊伫但以理的时代就存在，伊伫耶稣的时代嘛存在，伫今仔日嘛存在。咱的骨头遗骸，呼，百年、千年了后，这个上帝永远还阁存在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伫今仔日礼拜讲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我知你听我，你听但以理，你嘛听我。愿上帝伫今仔日这个时刻，甲咱讲，愿恁平安。也这毋是一个不痛不痒的请安问候的话语。圣经竟然用 shalom 这个平安，伫圣经古约伊叫做 shalom。shalom 的意思就是健全、完全、平安。所以，愿天父上帝将这个平安放伫咱的中间。已经3个月，我常常恁问讲，什么时阵咱的教会做礼拜爱用视讯做礼拜？我甲上帝讨讲，哪会当上好卖？甲有一日伫咱教会，恁做礼拜，牧师爱拜六录影，恁礼拜日伫 YouTube。透早恁家己看 YouTube， 愿主甲咱三个伫地，咱小心，但是我们不要担心，好不好？咱真小心，咱真慎重，为着保护别人，为着保护咱家己，咱拢真细致，做好咱家己自我防护的工作。但是求上帝将这个平安放伫咱的内底。咱无恐惧，因为咱知影，就算做足好医生伫咱的身边，嘛无法度把握总统、君王未受感染，对无？主甲咱三个伫地，愿今仔天父上帝将伊的话对恁讲，然后恁心中有平安。愿天父上帝常常对咱讲话，因为基督徒最大的生命的礼物。就是常常有听上帝的话。今仔日这个故事真要紧的讲起，当天使出现替上帝甲但以理讲话的时，但以理对心内就有一个新的开拓。你有羡慕这种的经验吗？原来你今仔日的礼拜，万世代对人类讲话的上帝，对阿当讲话，对夏娃讲话。对阿伯拉罕讲话，对大卫讲话，对咱讲话，到将来嘛要对咱的囡仔讲话。我咱伫上帝的面前所得到的快乐，这个力量是心欢喜、心快乐，肉体安然行去。有咱的意志的力量，有咱肉体的力量，有咱感情的力量。有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听咱的祈祷。将但以理伊所得到这个祝福，所以但以理搁开嘴讲：主啊，你搁继续讲，主啊，你搁继续讲，因为我靠无，因为你的话竟然发出，戆人就得到通达，因为你的话就发出，黑暗就有光，因为你的话就发出，我就有开朗。愿主听爱天父上帝，今仔日互咱明白，咱的上帝常常。期待对咱讲话，所以这天使对待这个但以理讲：你敢知我为什么要来到你的面前？为什么我要出来对你讲话？因为你祈祷，因为你敬虔，因为你有祈祷，上帝有听，所以上帝差遣我来，要创什么？第21节，伊讲：我要将迄个写伫真确书。顶悬的代志，讲互你听。这句话足重要。
正确书这个正确、正确、真实，这个字叫做 emet， 伫圣经叫做真理。伊的字根都甲咱的阿门共字，所以咱上帝祈祷了讲阿门，这个意思就是真理啦。既然我祈祷的是我心内真实的期待，所以咱讲阿门的时阵，就是讲这是我心所愿，我心内真实的期待。人的心甲上帝的话结连做伙。这个画面的册，真实的册出现伫启示录。伊讲天顶的上帝有一本册，将人的生命万事记在伫咧中间，嘛将伊的人伊的囝子的名写伫咧顶端。既然有人的名写伫咧画面册，到有一日，伊要得到永远的祝福。愿天父上帝今仔日通过这本地上上帝赏赐咱真实真理的话，常常对咱讲话。如果你若感觉讲，我将来都毋捌听到上帝的话，我真渴望用2点钟读但以理的故事，常常读圣经，你就要发现，上帝要通过这本的圣经对你讲话，互你的心思意念，互你对人生最奥妙。因为圣经讲，上帝将未来的事讲互但以理听，就是伫今仔日的但以理书第10章。今仔日咱所读的书会无读到，第18节较头前，第7节、第8节，天使出来的事，伊讲我来。因为你捌甲上帝求讨，想要明白将来未来的代志，所以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要将上帝伊的圣经、伊的圣册、伊的画面真实的册读互你听。当天使离开的时，天使将册合起来，伊讲：这就讲互你听，这就讲互你听。暂时也要用这个全世界来显明。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话讲互咱听。有耳孔的人啊，你着听，因为这是记载伫上帝圣经画面的册。但以理书是一本什么种的册？伫圣经的中间，但以理书就是旧约的启示录。但以理书就是旧约的启示录。伫咧中间讲到真多、真宝贝的重要信息。伫耶稣也未来之前，但以理书伫伊的智慧上帝的启示的中间，伊讲未来要有一个人子对坟顶降临，来到上帝的宝座前。耶稣还未出世之前，这个但以理就通过上帝予伊的感动，对犹太人讲：，迄个弥赛亚就是人子，有一日要降临伫这个地上。伊讲地上的政权、地上的国家、地上的君王拢要过去，通过4代，通过5代。但伊书中间有看到2个异象，一个4个国王，一个5个国王。伊讲这地上的国王过去了后，最后有一个天国。上帝的国度要临到伫地上，兄弟姊妹，但以理书就是旧约的启示录。伫咧中间有讲到几项真要紧，迄叫做先知的预言。伊讲到天顶的神，伊就是亘古长存的神。足水的一句话，但以理写伫伊的册的内底，伊讲我的上帝，就是对古早到今仔日到将来永远存在的上帝。兄弟姊妹，但以理所敬拜的上帝，嘛就是咱的上帝。伊嘛是将来做咱子孙的上帝。伊是
亘古长存。对太初起头到今仔日到将来，愿天父上帝陪伴咱，有一日地上的国度拢过去，这个上帝的国度要临到，上帝要掌权。所以但以理书咧讲起，所有掌权的不是巴比伦的国王，所有掌权的不是波斯的国王，所有掌权的嘛不是美国，所有掌权嘛不是中国，所有掌权的就是这个宇宙的创造的主宰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敬拜这个上帝，咱嘛甲上帝讲，求主你掌管我的活命，主求你掌管我的活命，求主你嘛保守台湾这个国家，因为但以理讲，这个掌管的上帝真讨厌迄个骄傲的君王。所以伫但以理书内底，两个国王拢因为骄傲，一个放逐7年，一个后来看到上帝镜头写字，上帝讨厌骄傲的人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今仔日咱所听这个但以理的故事，咱深深来想讲，当我听到这个圣经的故事了后，我的人生甲生活要安怎回应上帝的教示？伫我的人生的中间，但以理的故事敢会当成做我的故事？愿天父上帝诚心对你讲话。这个但以理是一个上帝大疼痛的人，伊无愿意过世俗的生活，伊无伫强权的中间妥协，伊坚持做上帝话语的百姓。伫这个动乱的时代，伊活出伊家己。虽然这个国王讲：“你若甲我解说民望，我要将我的国家大的财宝互你，我要互你伫这国家坐大位。”伊也讲上帝，伊甲国王讲：“国王啊，你将你遐的留咧，也是留互别人不要紧，因为今仔我要甲你讲的上帝的话，对你来讲是一个警告，你毋免祝福我。”伊将迄个上帝责备讲给国王听了后，竟然国王将伊留伫伊的身边，做伊的首席的顾问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互咱伫但以理的面前，咱伫今仔日讲的人听的拢得到祝福。这是今仔日的礼拜中间的结论。愿迄个保守但以理的上帝，就是亘古长存的上帝，祝福恁，保守恁，坚固恁。阿们吗？这是咱当心的祈祷。天顶的上帝，愿你垂见你的圣心，亲像天使来到但以理的身边，伫这个时刻来到阮的中间，叫醒拄久无讲无明的人，互阮的心安静听你的话。所以第一，今仔日我有3个祈祷要邀请咱。第一，求上帝对咱讲话，兄弟姊妹。当上帝对咱讲话时，咱的生命要得到大有开展，这是今仔日的故事所讲的。所以，咱都爱靠无，咱毋是干那靠无伫礼拜中间听着牧师的讲道，咱来靠无迄个牧师讲无对的话，咱来靠无迄个牧师讲无了的话，咱来靠无迄个上帝亲自所讲的话。牧师是圣经话语的罗卜。就亲像天使，伊替上帝真实册对恁宣读，但是迄个真实册所讲的话，就是咱的上帝。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的祝福，互但以理，嘛互你我。愿咱真做一个享受上帝话语的基督徒。对少年到年老，哪读就哪有滋味。亲像今仔日的吟诗第2首的204首，我爱讲这个故事，哪讲哪有滋味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甘甜的滋味放伫咱的内底。咱学习但以理，但以理知影这个祝福的宝贝，所以但以理讲：主啊，请讲，因为你互我有开力。
兄弟姊妹，恋爱家己甲上帝讨。任何时阵，主求你对我讲话。主通过风景，通过四季的交换，气候的变迁，生老病死，咱的上帝通过人生种种的境遇，带咱读圣经，然后咱就知影，咱的生老病死，咱的人生拢写伫圣经这本册顶端。主啊，求你对阮讲话，嘛对恁讲话。我主真爱恁真做一个有智慧的年轻人，但是更加重要，真做一个不妥协、不世俗化、亲像但以理的少年人。主甲咱三个弟弟，互恁伫人生的中间，目睭开，心火热。当但以理的故事，互我想到，耶稣的学生当耶稣定死被给死了后，伊四散惊吓。但是，我的主耶稣，佮定心甲因找倒转来。所以，一个故事记载伫路加，就是两个学生伫要去一个城叫做以马忤，这个城伫迄个路中咧行路的时，耶稣出现陪伴因。恁定心倒去看迄个路加迄个故事。迄个故事的结论就是，对下晡时耶稣陪因行到伊所休的这个客栈、休困的所在。伫咧暗时咧食饭的时，耶稣甲犹太人同款，因为因的食饭的方式就是掰开饼啊，揾物件咧食，啊耶稣就掰开饼，亲像咧守圣餐，耶稣掰开迄个饼，忽然这两个学生目睭开。因才知影讲陪因行路这个人，原来就是因的老师耶稣。耶稣离开了后，这两个学生讲：莫怪，咱的心在扑扑，咱的心在扑扑，因为耶稣基督对咱讲话。愿主将这个故事放伫恁的内底。路加24章甲但以理同款，因的目睭就明亮。最后伊讲，阮的心就火热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应允放伫恁的一生，互恁的一生有明亮的眼光，互恁的一生有这个世间的风影无法度灌压消灭的热情，互咱一生伫上帝的面前，因为上帝的话大大热情。第二个祈祷牧师。爱邀请恁安静谦卑，因为真侪人听上帝的话，但是听无。直到有一日忽然，咱年老的时，咱才忽然讲：为什么这个圣经我读过5摆、10摆，我以前拢读无？咱需要上帝圣神的帮助，因为若无圣神的帮助，有时咱所读的圣经。是一种的文字，毋是一种的画面。所以圣经保罗讲：字句使人死，经义使人活。白白是本的圣经，两个人读领受无共款，有个人读无，但是有个人读有。经义使人活，迄个意思就是圣神互人活起来。意思就是，白纸黑字的圣经，若是圣神的帮助，无人读有这本圣经真正的意思。也即你要做一个读有圣经的基督徒，还是要做一个读无圣经的基督徒？答案拢同款。当然，今仔日的祈祷就是讲，主啊，求你互我读有，互我听有，捌你的话。求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，伫你要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咱拢需要谦卑，咱嘛需要尊敬这本的册。这个世间的理论无论安怎讲，但是无一种的理论会当取代我的上帝所讲的话。这就是但以理一生的坚持。所有地上的君王，所有地上的智慧的
只系铁家，无一个人会当代替我的上帝所讲的话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帮助咱。圣经内底有两个我真受帮助的，真够读圣经的人。一个人就是大卫，一个人就是保罗。今日牧师要甲恁讲两章的圣经对恁有帮助。一个保罗所讲的圣经，就今仔日咱伫提摩太后书第4章，但是咱来能够重新读嘅。伊讲圣经就是上帝启示，是要互人信耶稣，是要互人得到智慧，得救的智慧，是要互人得到完全，装备家己将来要做各种的好事。迄就是圣经的功能。佮另外一个就是大卫诗篇119篇，那会当180节、170几节的经文，恁有哪共款倒去对头甲读到尾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大卫的诗篇119篇，最重要其实就是咧讲起圣经的功能。我分享几节互恁听。伊讲主啊，你的话一发出，你的话一开帖，就发出光，互人通达。今仔日的金句就是这节。因为上帝你的话一发出，上帝就开始讲话，就发出光。这是一种的象征性，一种思想性。当上帝的话对戆人讲的时候，伊就亲像光照入去的内底，对家己的人生产生一种新的觉醒。大卫伊所讲的上帝话就是一种功能，开帖。兄弟姊妹，你要开帖上帝话，互恁的囡仔听，恁愿意吗？用主啊，我都读无，我要来开帖，我的囡仔听。记得，做一个读有圣经的父母，唔通乌白转啊，唔通扭曲上帝的话。有一日，咱拢爬到天堂，面对上帝。你的囡仔甲上帝讲，阮爸爸乌白讲，伊甲我讲的圣经，甲你甲我讲的圣经无共款，惨啊！兄弟姊妹，主怜悯咱，伊的圣心帮助咱，互咱读有上帝的话。所以代表讲，主你的话一开帖，开帖意思就是掀开。像你天使掀开这本册，互但以理看。开帖的意思就是讲解，亲像伫以马忤的路上，耶稣讲解上帝的话。你想耶稣的讲道是用旧约还是用新约？当然是旧约啊，因为耶稣的时代新约也未开始写。但是耶稣的时代，伊的生活就是也未写出来福音书啦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大卫阁安尼讲：你用你的话，互我的脚在我；你用你的话，互我的脚步稳当。求你，互你的话，带我脱离黑暗的关系，无你用稳黑暗的关系来控制我，来捆绑我。咱有真侪思想已经去互人俘虏，去互人绑架。你敢同意？其实咱真侪时阵，咱的心思意念、咱的想法，已经互这个世间甲咱绑架。比如讲，你要拍拼赚钱，你要有成功，你的人生才会荣耀上帝。其实圣经内底并无安尼教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的思想无这个世间绑架，互咱得到逃亡。代表知影讲，我贵为一个国家的君王，我嘛真细致我的思想，因为我知影我的软弱，因为这个世间的捆绑有真多对我的影响，所以求你带我用你的话，带我脱离黑暗，进入光明。兄弟姊妹，你较看上帝的话，遮个宝贝，你的话安定伫天，永远存在。上帝的话对起头就有，所以约翰讲，起头有道，道甲上帝三合伫地。
道点伫人的中间，丰丰富富，真侪稳定甲真理。约翰福音对第1章甲第1节甲14节，起头有道，起头有上帝话，上帝话就是上帝家己。伊若想述伫人类，伊讲道成肉体，踮伫人的中间，丰丰富富，有稳定甲真理。求天父上帝开听伊的话，代表讲你的话就是真实，真实找到这个字啦。伊伫希伯来文的字典排行在第571个字，伫希伯来文的字典内底排行叫做第571的这个字，这个字叫做 Amen， 这个字嘛是阿门。主的话是真实，永远存在。我无都逐句拢听，拢甲恁分享，但是这话对恁一定有吸引。伊讲上帝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愿大你，愿大笔，愿保罗，伊真侪将上帝的话来解说互人听。第二，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新约的经文，就是保罗的话。伊讲圣经最重要的功能，圣经最重要的功能是互咱认捌耶稣，信靠耶稣。第二，互咱得到得救的智慧，互咱脱离黑暗的关系。得救的意思就是互咱脱离黑暗的关系。第三，伊要互咱伫伊的话顶悬四正，无通过教育，通过读书，通过规正，互咱伫各种的好事顶悬得到造就。最后咧，要互咱成做一个完全的人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对心中有一个热情，有一个决志，咱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要一生认真读你的话。上帝，我一生顺你的话最大。你讲是就是，你讲毋是就毋是。无论这个世间的思想安怎改变，你的话永远袂改变。主帮助咱，所以最后要结论的是，牧师要邀请恁，恁真做一个开拓上帝话爸爸妈妈。恁将来要真做一个恁的朋友的好的智商者，真做恁的囡仔的爸爸妈妈。咱每一个人，咱拢需要读有圣经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将咱的生命活出来圣经，圣经生活化，生活圣经化，这就是分享上帝的话。天使将上帝的话讲给但以理听，但以理感觉有困难。恁是基督徒的父母，恁将上帝的话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，互恁的囡仔甲恁全家得救。兄弟姊妹，我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恳求天父上帝，用圣神甲圣经为咱做清气的心、正直的心，用伊的话，互咱脱离这个世间的思想。所以保罗讲，不要效法这世界，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唔通世俗化，都要互上帝的话成做恁的心思意念。原咱的教会是成做真道的教会。原咱的教会，所有一切的主张，拢是对圣经来。这是2000年前教会的起头。这嘛是长老教会伫500年前约翰加里文伊的坚持。教会所有的观念、所有的主张，拢对这本圣经来开始。愿天父上帝，伊家己开拓伊的话，亲像大比你讲，上帝你的话一开拓，就发出光。愿天父上帝，互恁伫每一个礼拜拢得到造就。互你伫每一摆安静灵修读圣经的时，拢得到智慧。阿们吗？愿天父上帝，互恁成做一个传福音的基督徒，
保罗讲：我尽所有的力量，最大的目的就是将上帝的话传给恁。保罗一生中间，伊感觉上重要的任务，就是将上帝的福音、将耶稣基督福音传给罗马人，传给非利人，传给真侪伊身边的人。因为福音就是上帝的大权力，因为福音就是上帝的大权力。做父母的人，做教会牧师，咱拢同款。咱最重要的任务，就是开拓上帝的话。无黑白讲，兄弟姊妹，咱无扭曲黑白讲上帝的话。阿门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伫安静祈祷的时，我要听候偌久，才会当亲像但以理，伫祈祷听候的中间，看见天使传达上帝你家己活命的话。主，伫阮安静祈祷的时，当阮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安尼求的时，愿你的圣神，即时进入伫每一个你所听的囝儿、查某囝，因的人生的中间。愿但以理的故事成做阮的故事。愿但以理的上帝，就是永远我的上帝，嘛是我的上帝。主，这是阮心所求、嘴所讨。也是阮一生的期待，阮恭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